第二单元，你爱食啥物？你爱食啥物？我爱食鱼仔。你爱食啥物？我爱食猪肉。新词，你、我、爱、食、啥物、鱼仔、猪肉。句型练习。我爱食果子。我爱食青菜。我爱食牛肉。我爱食虾仔。我爱食鸡腿。我爱食金仔。医生、猪、鱼仔、猪、鱼。